大滿貫導演，由張國榮、王祖賢主演的經典電影《女幽魂》4K 復修版將於3月21日在內地重映，紀念首映38年。倩女幽魂監製徐克自80年代開始投身影視圈，今仍然熱愛製作影視作品。今年推出了內地賀片電影《射鵰英雄傳》，合資大者原名徐文光的徐為導演、編劇、監製及演員，於1984年與前妻施南生一開設過電影工作室，製作了《英雄本色》、《倩女幽魂》、《飛鴻》、《刀》等，開創新武俠電影。他先後於1987年、1992年、2011年憑《紅本色》奪得金像獎最佳影片，《黃飛鴻》奪得金像最佳導演，《狄仁傑之通天帝國》奪得金像獎最佳演，也是繼陳可辛後第2位在台灣金馬獎、香港影金像獎以及中國電影金雞獎均獲得最佳導的華語大滿貫導演。現年75歲的徐克多年來製作不少出色影視作品，一直在電影路上發光發亮。年推出了《肖戰》，莊達菲、蔡少芬、梁家輝有份演出。內地賀歲片電影《射鵰英雄傳》，合資大者，深得內觀眾喜愛。